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咱今仔日啊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听音乐讲台语。唔知观众朋友啊，敢有去音乐厅听过古典音乐咧？嘿啊，大家人拢穿甲真正式，那查甫的咧，就穿西米露，就是华语讲的西装；紧的裤带，就是华语讲的领带。那查某的咧，就穿洋装、穿宽大鞋入去音乐厅，代表对这场古典音乐会的重视。若是去听团、听流行音乐的演唱会，迄就无同咯。大家人拢穿甲真轻松，手人摕宣传的围巾迄气氛是完全无同款。各位朋友你是较介意去国家音乐厅听古典音乐，还是较介意去小巨蛋听流行歌曲咧？这相关的对话，台语阁会安怎讲？今仔日咱的百讲讲台语特别做伙来和观众朋友分享。若是拄着有人要招人去听古典音乐会听到以后，咱上接问的问题应该就是要听独奏、室内乐，还是交响曲？曲目是啥物？是倒一个乐团、倒一个指挥？会安尼问是因为古典音乐的系统真济那按照演奏的人数来分，一个人演出来叫做独奏。那乐团的人数无济，一般是伫10个人以内，叫做室内乐。那演奏人数超过10个人的啦，一般咱会甲叫做交响乐。若讲到曲目，迄是专有名词啦，就是要演奏倒一寡曲的意思。若是乐团和指挥，其实影响音乐真大哦。举例来讲，像有的乐团、有的指挥伊的习惯是要演奏甲较紧的。有的是惯势演奏较慢，那紧的就噔噔噔噔，那慢的就噔噔噔噔，迄风格拢无共款，所以咱爱先问好清楚。若讲到流行音乐安尼就完全无共款啦。咱若有机会去听流行歌手的演唱会，咱就会知影啥物叫做闹热滚滚咯。迄若是艺红顶一个拍开。金光闪闪，水气千条咱就会当看到每一个歌迷双手举悬悬，等待歌手入场啦。若歌手咧唱的时，定会话讲来做伙来唱，来对我唱。这时就会听到歌迷大声对咧唱，大声咧喝休啦。有时歌手也会讲来倒手边的朋友，甲手招我好无？这时就是要邀请观众朋友大声喊出来，也是对歌的节奏拍谱若歌迷喊甲愈大声，谱声拍甲愈大声，就代表是对这个流行歌手甲乐团介大的支持所以有影是现场呛呛滚，快乐无地比啦。上尾咱来学习今仔日的句型，是要听独奏、室内乐，还是交响曲？曲目是啥物？倒一个乐团，倒一个指挥，做伙来唱。倒手边的朋友，甲手招我好无？各位观众朋友听音乐会讲台语是真适拍的代志哦。毋信你试看卖就知。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